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旧年也飞转来，因为思念一个所在。今年的花蕊真可爱，因为有春风听小关怀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要教唱的这首歌曲是杨泽和谭思玲的新歌《回来啦，咱的爱》。这首歌是2023年，就是今年啦3月31日才首播哦。同时呢嘛是民视市井豪门的片头曲，作词是邱红莹老师，作曲是林荣静和黄丽梅老师。这是一首 F 大调，E 等于 F 加5下5的歌曲这个4拍子是说一个小节有4拍，你看1、2、3就是3咪嗦个半拍还变4拍了一个小节有4拍，4分音符当做1拍。有同学问我，老师4分音符先做下面款，来五线谱的4分音符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一个黑色的豆豆后面有一根棍子就像孙悟空的旗杆一样这个4分音符等于71这一组数字呢是告诉我们要唱多快这个我们把节奏器打开，1、2、3、4，就是唱这么紧，1分钟有71拍了很接近我们的心跳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第一小节，嗦咪瑞瑞哆啦嗦啦嗦2、3，嗦咪瑞瑞哆啦嗦啦嗦2、3，旧年呀飞转来这个燕呢这个下面有2条线它只有1/4，这里一条线它它一半而且它有附点，所以前短后长，它唱1/4这个这个燕子的子要唱3/3前短后长旧年呀飞转来2、3，来这里有个转音，我们唱歌谱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转音不用唱，但是唱来的时候唱歌词要把咪带进来，旧年呀飞转来，旧年呀飞转来，咪嗦哆啦嗦咪瑞瑞，咪嗦哆啦嗦咪瑞瑞，因为思念空一口是个闭口音，因为思念一个所在，空一口是个促音，就是短音来，从头，旧年呀飞转来，因为思念一个所在。刚刚这一句是男生杨泽唱的，过来男生唱完女生唱，谭司令来咪瑞咪嗦瑞哆哆瑞哆啦2、3，咪瑞咪嗦瑞哆哆瑞哆啦2、3，今年的花蕊真可爱，今年的花蕊真可爱有转音要带进来嗦咪瑞嗦啦啦嗦嗦瑞咪瑞哆2、3，嗦咪瑞嗦啦啦嗦嗦瑞咪瑞哆2、3、4，因为有春风听小啦嗦嗦听小这个听有2个音，小一个音。因为有春风听小歌安怀，怀要把转音带进来。因为有春风听小歌安怀，
唱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，接下来呢，接下去啊，叮叮塔塔啊，就副歌了。来，我们把主歌连起来唱熟来。旧年也飞转来，因为思念一个所在。今年的花蕊真可爱，因为有春风听小关怀。2、3、4，瑞瑞哆瑞。瑞咪咪嗦咪瑞瑞哆，瑞瑞哆瑞，瑞咪咪嗦咪瑞瑞哆，叮叮塔塔，个花可亮解。这一首歌呢，我们看得到是男女合唱，对不对？那男生的旋律呢，对女同学来讲就是比较高了哈。前面这里还好，然后后面这一句呢就越叠越高了哈。那因为我们是在练唱嘛哈，所以我们对女同学来说呢，男女我们都会唱。那我们唱到这边太高怎么办？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太高，我们还是要练习啦哈。那不算不在男生要唱啥对不哈？但是呢，你觉得太高啊，唱得很辛苦，我们就降8度来唱。那男生呢同样的，你唱这个女生的地方如果太低，那我建议你可以高8度来唱哦，是不是就好一点了呢？哈，来，叮叮塔塔，个花可亮解，叮叮塔塔，叮叮塔塔，这个碟呢，第一个碟呢是后半拍，叮叮塔塔，叮叮塔塔，五花可亮解，五花花有2个音，而且这3个音是切分音。五花可亮解，啦嗦啦哆啦啦嗦嗦咪嗦2、3、4，啦啦嗦啦哆啦啦嗦嗦咪嗦2、3、4，啦嗦啦哆啦啦，这个啦呢比前面这个啦要高8度，有没有哈？所以对女生来唱就比较高了。千万唔通永远藏心内，要这么高了哈，要用这个假音哈来唱哈，所以女同学唱的辛苦，我知道啊，因为我们练唱嘛哈，来我们就低8度来唱。千万唔通永远藏心内，2、3、4。咪，这个嗦啊，这里咪嗦咪嗦咪嗦咪，对不对？咪咪瑞咪瑞哆啦嗦咪嗦啦啦嗦，咪瑞咪瑞哆啦嗦咪嗦啦啦嗦，过去口过伤心的目屎，过去口过伤心的目屎，嗦嗦咪瑞哆啦嗦嗦啦瑞哆啦，这里还延长了半拍啊，所以这个嗨呢是后半拍，第一拍的后半拍来。嗦嗦咪瑞哆啦嗦嗦啦瑞哆，嗦嗦咪瑞哆啦嗦嗦啦瑞哆。来，我们看歌词：雨衣啊慢慢流入大海，雨衣啊慢慢流入大海。再一次，雨衣啊慢慢流入大海。这是第一遍，唱到这里呢，接下来间奏8小节，然后反复，反复呢又从头唱。旧年呀飞转来，继续唱到这里呢一样。我们发现吗？这里1、2、3，第1遍、第2遍、第3遍，这个2个小节呢，第15小节、第16小节都要唱。那第1遍呢，唱到这里是反复嘛，间奏8小节，然后反复。第2遍呢，唱到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个旋钮啊，旋钮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回头去找旋钮，旋钮在哪里？的加副歌来哈，叮
叮叮，我们女生啊，这个唱男生，我们第八度来，叮叮塔塔，个花可谅解，千万唔通永远藏心内。过去哭过伤心的目屎。第二遍也是要唱这两个哦，来，第三遍也是要唱这两个。海呀漫漫流入大海。我们刚刚唱的是第三遍，第三遍唱到这里呢，要突扣打，扣打的都第后边来，啦嗦咪咪。嗦咪瑞瑞，等来啦，咱的爱，瑞哆啦啦，瑞哆啦嗦，啦嗦咪咪，啦嗦咪咪。这个原本是应该要我这个小嗓子唱的这么高才对了，但是我是第八度哦，啦嗦咪咪。嗦咪瑞瑞瑞哆啦啦瑞哆啦嗦，所以这边呢，男生我就第八度了，等来啦，咱的爱，等来啦。我们会觉得好像女生比较高，没错，那是因为我们男生低八度哈，所以这边要高上去哦。等来啦，阮的爱，哆哆瑞哆哆瑞咪。为什么我唱哆哆？对啊，没错，要唱哆哆。为什么？因为前短后长，有没有发现？哆哆瑞咪瑞哆嗦。嗦嗦咪咪瑞哆瑞哆哆，三四哆哆瑞咪瑞哆嗦嗦嗦咪咪瑞瑞咪瑞咪瑞哆瑞哆哆，三四。我们看一下哦。最后这一句要合唱来，今后唔免搁徘徊，也唔免苦苦等待答案台。来，我们从最后面突扣打这里来，等来啦，咱的爱，等来啦，阮心爱，今也唔免搁徘徊，也唔免苦苦等待。停停哦 ，FINE， 这样就唱完了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首歌的2遍半啊！来，我们来把第2遍连第3遍啊。第3遍其实就是副歌，然后再连后面的这一个来总复习一下，来从头，1、2、3、4，古年呀，飞转来2、3，因为思念一个所在，1、2。今年的花蕊真可爱，因为有春风听小关怀，2、3、4，叮叮塔塔。个花可谅解，千万唔通永远藏心内，2、3、4，过去哭过伤心的目屎，雨也慢慢流入大海。对，这里忘了这个半拍来，雨也慢慢流入大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刚刚唱的是第2遍，对不对？第2遍要接什么接水牛来，叮叮塔塔，个花可谅解，千万唔通永远藏心内。
过去哭过伤心的目屎，予也慢慢流入大海，予也慢慢流入大海。转来啦，咱的爱，转来啦，阮心爱，今后毋免搁徘徊，也毋免搁苦等待。停 IFINE 就结束了啊！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《转来啦，咱的爱》，这是杨哲和谭诗玲的歌曲啊！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啊来欣赏一下这两位的合唱啊的 MV， 再回到呢岳云爱唱歌频道啊来练唱，就会更有 feel 啊，觉得更好听啊！好。这首歌曲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来订阅按赞啊！要提醒各位好朋友，就是如果你已经订阅按过订阅呢，请不要再按一次啊！如果你再按一次，就是如果你按第二次订阅，那就取消订阅了哈。那我发现了，我按到取消订阅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我按了一次之后呢，忘记了又按了一次啊，那就取消订阅。好，那我已经取消订阅了，怎么办？简单啦，各位大哥大姐，各位爱唱歌的好朋友，再按一次订阅就好了啦。别忘了哈，要打开小铃铛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